有一个49岁小姐到台北中山区一间医美诊所做电波牛皮手术，结果煞死亡。即摆传出讲，手术的时阵并无麻醉师伫个现场。 接到不幸的消息，随赶到病院，家属医院唔敢相信，讲好好一个人做一个医美手术，做甲会无命。检方嘛去调查。是检错吗？这次有没有什么需要相应的重点？因为这个小姐伫做电波美容的时，有注俗称牛奶尖的麻醉剂，不过伫麻醉后出现血氧浓度无够情形，当时敢有麻醉师伫现场。 邱姓女子就是来到中山区的医美诊所进行手术，而现在被爆出进行手术的医师疑似身兼麻醉师，恐怕有违法疑虑。虽然姓吴的医师解释讲，姓柯的小姐伊的麻醉剂量无需要麻醉师在场，不过其他医师讲，无论是毋是特管法八大类医美，敢有需要麻醉师在场，嘛无论讲即摆进行手术的姓吴医师，敢有麻醉科医师的牌，伊本身就袂使兼麻醉师，即摆卫福部嘛要详细调查。它的安全剂量的范围比较狭窄，很容易一开始就会一点点量就过量，过量之后呢，病人就会出现呼吸和心脏的抑制啊。 诊所伫代志发生后已经暂停营业，门口有打广告会室内，强调讲诊所一向秉持医疗专业，严格遵守相关的法规，以免伫医疗过程中发生不可预测的风险，将全力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。等调查的结果一个出来，会给家属一个合理的交代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